今晚係蔡雪瑩同大家睇天氣嗱，全日都係天陰陰，上晝咧仲有落過下驟雨添㗎。陰天有雨咧，就係由於喺衛星雲圖上面見到嘅呢一道廣闊雲帶啦。咁今日咧覆蓋住華南，不過隨住呢一道雲帶咧逐漸轉薄，未來一兩日天星將會咧係明朗一啲。咁夜晚11點鐘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温係23度，相對濕度86%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係大致多雲，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氣温呢就係介乎22至到26度，吹和緩嘅偏東風。嗱，去到週末呢又會轉為明朗㗎啦。下個星期呢又會多雲有雨，低温呢亦都會降1至2度左右。下個星期4同埋星期5呢，除咗多雲之外，更加有機會會有狂風雷暴添，大家都要注意啦。而環保署預測聽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水平呢係低至中，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7，強度係屬於高㗎。又睇睇其他城市嘅天氣。先睇歐洲，倫敦、法蘭克福都係多雲，蘇黎世、巴黎有驟雨。美洲方面，溫哥華、三藩市、洛杉磯天晴，紐約有驟雨，多倫多明朗，芝加哥驟雨。澳洲嘅墨爾本明朗，有驟雨，而悉尼天晴。奧克蘭明朗，惠靈頓多雲。去到東南亞地區，曼谷、吉隆坡、新加坡都有雷暴，雅加達驟雨，胡志明市有雨，馬尼拉有雷暴，孟買同新德里都有雷暴，卡拉奇天晴。日本嘅大阪明朗，東京天晴，上海多雲，北京亦都係多雲，瀋陽有驟雨，首爾多雲。廣州多雲，澳門有驟雨；廈門多雲，台北有驟雨。嗱，啱啱過去嘅4月份啦，廣東省嘅雨水都幾多㗎，直接影響咗蔬菜嘅價格上升。咁但係喺北京呢，情況就啱啱相反啦。街市80幾種嘅蔬菜價格咧持續回落到平均每公斤2蚊，係5年以嚟最低㗎。咁專家就解釋啦，係因為北方自去年年底起咧，整體都係偏暖，日照同埋雨水咧都相當充足。咁蔬菜嘅種植期提前咗，咁特別係葉菜類嘅生長加快。分析就相信啦，今年嘅春夏季北京嘅蔬菜供應咧，因此可以平穩過渡㗎。好啦，今晚講到呢度先，聽晚見。天氣報告係由舒緩屙嘔肚痛、有病唔使怕嘅保濟丸提供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，瞬間看地球汽油。太子珠寶鐘錶及迪飛輪贊助播映。以下時段81台翡翠台及85台高清翡翠台將進行分途廣播。你稍後請收睇娛樂頭條。